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华职棒昨暗伫咧台中洲际球场的两枪大战。第三局的下半局，中信队的宋成瑞要来短打，煞去找到球棍啊，变做界外球，直接牵到保守的面打，竟然喷出着灰青。来了个变化球，没点准。哇，这个头盔还擦出火星来哎！再来看一下，这个火花都喷出来了。这不是 AI 动画哦，这是球跟。宋成瑞面对着未专量的投手公良，这粒转速高达2437吨的变化球，点无好，这个球快速去牵到保守的面打，可能是冲击的力头伤强了，去磨切到面打金属的配件。迄个瞬间是来切出着柑仔色的火青，球迷化神奇，讲这实在是真罕见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